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31日，诗篇142篇7节安尼讲：求你救我脱出监牢，互我通称赞你的名。义人会围围伫我身边，因为你用恩典对待我。三角来祈祷，求阮脱出监牢，用恩典对待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的心神平素听候你，因为你是最远的帮赞，最远的盾牌。阮所专心倚靠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阮的心要倚靠你来欢喜，因为阮平素倚靠你的圣名。主啊，阮要因为你的慈爱来欢喜快乐。因为你有看见阮的忧伤甲艰苦，在阮心神的艰难，因为你有听阮到安尼。主啊，阮的心节忧愁艰苦，亲像受关押一样。主啊，求你救阮脱出生命的监牢，互阮通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义人会围围伫阮身边，因为你用恩典对待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